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我是综艺群阿群妹。唔知大家係唔係同阿群妹共樣同校中地位花花草草啊，搶菜果子呀掉啊？唔過講到呀，上到台北，啲台北人，啲台北大，啲台北生活，台北市嘅土地寸土寸金嘅呀，物價土地嘅價錢全部高到買唔落去，還講唔是講像牙租嘅屋啊，牙水嘅屋啊，連陽台都冇，按你用嘅來種菜，按用嘅來種花。唔過 Andy 今日就係來同大家講哦，按用嘅啲啊都市就在種地位簡單嘅花花草草，種地位東西來陶冶自己的心情。還講 Andy 唔但唱愛食到安心，還靠用到安心，今日就係來教大家哦，家家來分享來賓，分享謝東奇謝大哥。大家好，我係謝東奇。歡迎謝大哥來到 Andy 節目現場。其實吼，當用現所在有請到謝大哥來，用嚟講，其實佢係暢銷作家，就像我順頭一本書，係教大家用嘅，去甲安心種搶菜，錯冇？對哦。去甲種搶菜，韓國唐貢亞其實已經不只是第一版了，已經是再版了。對，已經好幾版。好幾版了啊！暢銷作家。封面也換好幾次。哇！韓國唔但唱啲 Andy 台灣有，其實啲中國沒有出版。韓國甚至你看也有這個看不懂的邱英文，也係買到哪一篇的書？泰國哎。泰國，嗰時候就是謝大哥你下一本書，教大家用嘅種有機搶菜，第八ngày加油。看了一下，有懂得比如講，種子按用嘅本地發芽的一些小技巧，還有一些比如說肥料跟播種的一些小技術跟控制，其實它有一點像是工具書了，對不對？是。這樣子的工具書，你大概花了多少的時間來下？這個我大概是花了前後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哇，半年的時間。給底部教大家種的東西，大部分是哪一些作物？大概都是我們平常在市場上面很常看到的，小白菜啊、空心菜啊，像冬天的時候就有花椰菜啊，都是我們很常在那個市場上面看到的蔬菜。而且訴求非常清楚，城市農夫，對，很簡單種。對，很簡單，希望大家在城市地下細片的土地就在種出東東，可能我們平常就可以吃得到的一些作物，對不對？好，談到呀，大家可能想講，謝大哥一定是農業專家，好農業技術咧，錯冇？是嗎？係，冇關係。冇關係，跟你頭擺好馬雞嘅。來畫畫是比較像是設計類的嗎？對對對。設計類跟就是農業，看起來從黑八竿子打不上關係。其實在我做這些產品的時候也是有關係，因為現在要設計嘛，設計有一些很漂亮的包裝畫面，然後讓大家很能認識我，然後知道這個種菜要怎麼樣種啊，我可以用比較視覺的部分去表現出來。像我家看到的樣子，很可愛的妹妹，有沒有？這些圖其實都是謝大哥自己設計的。對，都是我們自己設計的。哇，就是很手繪的風格，就可以把自己的品牌有一個形象的感覺。對，然後這個是主要是給小朋友在家裡或是教室啊，然後小朋友自己可以簡單的種出一些很容易種，然後不會太多蟲啊，然後我們也不用用農藥。然後也不用用化學肥料，我們裡面已經都有了。奶全部就有哎，還有就是發瓣類，而且是就是有洞洞的哦，可以讓它透氣，也不會透水，對，透水。然後種子連鹽都有哎。對啊。哇，古手爺的東西是小朋友一人一組嗎？一人一組，就是很簡單，老師也可以教，然後他們自己會有小班長啊，然後就可以很輕鬆在學校就可以種菜了，然後帶回去家裡，只要有陽光、泥土、水，然後每天澆水，小朋友就可以1個月就可以種出菜來。哇，就是最好的自然課的教育啊！對，讓他們自己動手做。對，哇，而且一人一組。一人一組。而且不單像有呀小小的 mini 小菜園，其實還有動態雜的哦，用嚟講，像我呀哈頭前看到的呀蘭。
这个其实是谢大哥你去嘎抢你来设计，对不对？请人设计的。对，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在都市都没有土地，然后可是很多人很想要种菜，那我们就想说，哎，我们设计一个很方便的箱子，让都市的长辈他可以在家里一个小小的阳台，他就可以种出他自己想要的菜，甚至他可以种卜啊，像夏天一天的时节就卜啊、丝瓜啊，这些吹瓜、瓜果类的东西，也要种得出来哦。种得出来。哦，按腔，故说其实像刚哈谢大哥你有讲到，当到年底退休的时节，想要来种菜，其实唔但像你台湾，连别的国家咩系，错冇？嘿，我做呀之前是看日本的杂志，他有在介绍，日本退休的老人家他最想要做的是什么，然后给主持人猜。最想要种的第3名开始。第3名哦。第3名开始。旅游？不是。没有旅游。没有旅游可能是大家都想要，但是它不是很特别的。第3名是日本人最想要做一个小玩具发明家。发明家就是像我们男生都对一些电啊、汽车很有兴趣嘛。那他们老的时候就想说，如果他们可以当一个小小的发明家的话，那就可以实现自己一个小小的梦想。对，所以他们在日本也把这个小小的科学家也把它做成一个产品，就是有大人的科学。叫做大人的科学。大人的科学。所以第3名是当发明家。对，科学家，小小的发明家。第2名呢？第2名是想要学一个乐器。乐器。对，可能是你小时候看到隔壁的人比较有钱，在学钢琴，那你长大了好像想要自己也来学一个。对，可能是吉他啊，或是那个小提琴啊，然后钢琴。对，他们是第2名是喜欢一个乐器，对。那第1名就是第1名当然就是种菜了，就是他们退休的时候，可能以前年纪比较像我们这个时候都在赚钱嘛，对。然后家里的一些事情都在忙碌于赚钱的，对，都没有时间可以好好的享受人生。对，然后可是他们小时候就也是看看到爸爸妈妈也在种菜，然后年纪大的时候就会回想起以前小时候的那个状态，对，就会想说，我老了，然后现在退休了，也想要种菜。古手种菜其实是做的带给你快乐跟成就感的。我觉得，因为我听谢大哥讲一个故事，就是您自己的爸爸，你个爸爸因为种菜有懂得会欢喜，用来讲，我爸爸其实是很严肃的一个爸爸，然后他长得也很严肃。他可是有一次我爸爸种的那个卜啊，他很开心种了卜啊，因为种了卜啊，等一下就要采来跟邻居分享，所以爸爸就请我帮他拍照，那个照片我看到就很开心，看到他笑的就很开心，然后我就想说，应该有很多的都市的人也跟我爸爸一样想要种菜，可是他们却没有一个空间、一个环境。像我们家住的比较乡下，还有一块小小的菜园，都得种。不过可能都市的蔬菜就没办法，完全没蔬菜。古时候就请到都州要找这个种植箱，而且听说它其实是为了乐龄族，你的老人家斯坦尼来设计的，怎么说？因为要在栽种箱，都得架高，因为有这个像卡榫的东西，我们会有一点像那个组合鞋柜，对不对？对。然后就在老给架起来，就不是按你爱鼓下去，爱玩灯也按你种菜，懂吗？你就做在老给架高。它强爽啊！它强爽。古时候其实很没懂到，可能好少人买种一本给爸爸妈妈来用。大部分买的人，都是年轻的小朋友，然后买给爸爸妈妈种的，这个最多啦。然后还有一些是
结婚的家庭主妇，她比较重视家人的健康，吃的健康，所以她想要自己种菜。对，大部分就是这2种最多。古时候按照的对谢大哥给刚刚讲的，就说在第哦，其实呀，种菜已经变成当人好的事情。韩国当人想爱做的事情呢，先休息一下，再跟同大家讲，安样的来过得安心，过得快乐。好，分享真的福喜来嘅节目，我係综艺群阿群妹，今日福喜來嘅節目地度啊，愛教大家用嘅自家種東西做得食得當安心。以外呢，你還愛用得當安心麼？好，你剛剛講嘅有隻本亞斯泰人作為呀這個植栽組的部分吼，韓國其實呀植栽組有送奶哦，連奶都同準備好誒，不過要做奶奶可以來吃得東奇怪，像係磚頭用誒，這個很重，然後又。這個是什麼東西啊？這是土嗎？怎麼那麼大塊？也唔係起伏嘅磚頭啊，嘅也係奶，也係奶，也係奶，一奶係用椰子，椰子外殼做誒。哦，跟有一席那個纖維很粗的那個部分來做誒。哇，故說這個叫做椰子土。跟你市面上可能有這種東西，因它有有很多培養土啊，還是什麼泥炭土啊，有各式各樣的奶。要椰子土同其他奶有什麼不一樣？椰子土很乾淨，沒有蟲。沒有蟲，沒有什麼病毒啊，因為都市人種栽，他有些人很怕蟲，對，可能會有想蟲的來啊之類的，對，所以它是乾淨的，對，它很乾淨，然後它肥分很低，肥分很低，我們可以教都市的人怎麼樣施肥，對。然後，因為如果我們在路上隨便挖一個泥土，那泥土裡面有什麼東西，我們就不曉得，沒有辦法掌握。對，你一般你可能初學者，你不知道說我要放多少的肥料，或者是這個泥土它的土質本身是怎麼樣的，它缺少什麼才可以讓車不種得厚、長得厚。你一般人可能沒有辦法這麼專業去調整這個土壤，但是我們如果用清腔力最純淨的土，是不是就比較好操作？對，你看哦，我們現在去很多農場啊，它有種番茄啊、草莓啊，很多都是用椰子土種的。嘿哦，原來係按呢。古時候就係因為用呀奶，韓國這個植栽組就做在中東的東西，還有就做在低木卡、低都市就可以享受田園之樂，對不對？很方便。對，雖然說呀種東西可能當到退休的老人家好種，不過啊，你生人呢，你嘅下一代可能沒有韓卡從事其他的位，現在很重視的叫做食農教育。對，食農教育是我們現在在推廣的一個教育。因為像這個小菜園、迷你小菜園，它其實也是食農教育的一部分。對，因為我們現在很多縣市都在吃有機的營養午餐，然後明年106年6都都會全面的吃，國小、國中、高中都會吃有機的營養午餐哦，非常的好，很好。可是我們去學校發現，小朋友吃了有機的營養午餐，他也不曉得今天吃的是有機的營養午餐。因為佢冇受到教育，佢唔知講一定要有機嘅青菜可能幾快種嘅，有幾難種嘅，要花幾多心血。佢咩唔知一定要有機嘅青菜可能加個加菜其實係凍糕，也是非常有價值，而且吃起來對身體也非常好。對，所以我們就想說，那我們去學校教小朋友，讓他們知道這個有機的蔬菜是多麼的辛苦，然後我們要用什麼方式愛護這個土地，這樣。嗰時候可能有那條課場可以簡單同大家講一下嗎？就是我們現在有桃園國小啊，然後在石門國中，我們有，就是我們現在主要都是在桃園，然後還有在新北市的國小、國中在做他們的食農教育。上課的內容，上課的內容，我們大致上就是，因為我有一個協會，桃園市有機產業發展協會，然後我們有很多農夫，然後我們就找農夫，實際上去跟小朋友接觸。那
小朋友吃的菜就是这个农夫他们种的，种出来的。对，那这样更有感觉。不是专家学者来，对，是种给我们吃的农夫自己来跟我们讲，对，他种的东西比种的工厂有几辛苦，他用的当做在种出来的东西，对，再加上可能小朋友他们自己做这些东西，这些就是一个最好的食农教育。食农教育，然后还可以到我们的农场去参观哦，哇，然后现场还可以教他们怎么样种，在实际上的农地怎么样种，然后种完之后还可以拔回去，然后在农场自己做一些简单的料理，小朋友。哇，除了要生意呢，生农高有爱冲丝赢哦。其实我们也可以把目标放在即将要进入职场的这一批的年轻人，对不对？其实有一个是针对他们的计划。对，这个就是我们未来想要做的一个未来的厨师计划。我们现在找了一些大专院校的餐饮科的学生，因为我们觉得，餐饮科的学生他们是我们台湾未来的食安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把关者。的可能是餐厅的大厨师，对，或者是饭店的主厨，全部可能就会周亚的这类东西不能太嘎，所以要给他们正确的食物的概念、食物的教育。对，如果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就能了解食物的重要性，对于社会大众，然后对于这个土地，然后让他们先了解的话，等他们以后出社会之后，他们就会很认真的为我们做食安的把关。真紧，故说呀，食的问题，大家也哈强强的都懂充实哦。韩国除了食饮的，你用的东西，大家也是非常的在乎啊。因为可能你食得懂枪你，不过用的懂得发好的东西，对身体没很冇好。不过也哈谢大哥就带来懂得，比如讲有乜该洗碗的啊、洗玩具的啊，韩国洗漱的啊、洗身的啊、洗头拿毛的啊，按到用你居家的清洁用品，其实全部都会有机的，对不对？这个是有机的，有机的主要就是说，这个原料都是用我们植物所取得的，对，非常安全。即便我们今天有一点点没有洗干净，好，然后它吃了一点点，它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也不会产生很大的伤害，这样。韩国啊，鸦片全部就会一直很多干净清洁液，呀，干净清洁液还蛮该意思。干净清洁液，用做诶，黑亚干，它算是一个主原料，你做这个清洁用品的主原料。对，其实我们在家里的居家清洁，只要我们每个礼拜，简单的清理一下我们自己的居家环境，然后每一个月或是一季，我们稍微比较用力一点去整理。那其实我们的家里不需要用到化学的清洁剂，化学清洁剂太强了。那我们每天一点点就够了。每天一点点。那这个干净液还用嘛该东西了？那我干净液的主要的原料就是现在在这个。这看起来这么好吃的东西，对，这个是柠檬，雷蒙，还有苹果，还有这个是 Maggi 小麦，对。哦，所以就用这3样东西就可以来做我们清洁剂的主原料。对。哇，为什么啊？柠檬它我知道应该是因为它的酸。柠檬酸，柠檬的油包哦，它的精油的部分，对，它的精油是很好的清洁用品哦。你看，我们这个柠檬，如果你把这个皮放到保丽龙上面，它保丽龙会腐蚀，对，所以它的清洁力很强。哦，原来按呢。那苹果呢？苹果的话，跟小麦，或是一些大豆啊、黄豆这一类，我们把这些发酵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那个醋酸，对，醋酸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清洁用品，对，然后再跟我们的柠檬油混合起来，就是这一罐。韩国爱吃的啊，其实谢大哥他们家的清洁用品很懂神奇，可以自己做，自己来调配，而且现场就会同他家来示范。有一个应该是不能，有一只空瓶子，它是空的，但是我们现在底部已经有加的水耶，因为它在那个外面都会有写刻度，对，就是现在有到哪里的水，对，然后会加几度的干净液，然后再加多少的另外一个配方是椰子油的起泡剂，对，是天然的起泡剂。好，那
现场调配一罐送给阿權妹送本愛，哈哈哈，好啊好啊。让水总好嘞，好，因为水我们平常买的清洁用品，它已经帮我们加了水，其实我们花了60%的钱，这么多买了水。反正按头前都會買水。係啊，哦，你水一家副卡去油啊。對啊，去加副卡就油誒，中嘛該行會去買水呢。我們就用濃縮的方式自己回家加水。啊，我們只要加這2罐，對，加這2罐乾淨液跟椰子油起泡劑。我現在加哦。好，這個是乾淨液。好，加到這裡。嗯。好，然後再加這個椰子油起泡劑。哦。按你就會有泡。有，等一下來4分款。好。好，看永遠。韓國那個鴨頭啊，我覺得這個鴨頭非常的特別，它其實是慕斯的鴨皮，對不對？對。我來試用看吶。試用看吶。好。試用看吶，鴨漢我就會試用看吶嚟起家做誒。哦，搖一搖那個。哦，搖啊。搖。好，再過來。按你就有泡誒，韓國人皮都順順的咪是。古時候就會按呢，就做在做清潔劑，按嘅人就起家做，係甜鹽又有機嘅清潔劑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同大家分享。到福喜來嘅節目，我係做一群阿權妹。聽下可能想講好做呀，清潔劑呀，按麻煩，還愛起家做。我清潔劑我們青菜買呀買，那就有嘿。但是其實要到清潔劑有一張動態嘅問題，就是殘留。講到要殘留，謝大哥就有一張問題要來問我，要來考我，每週的順沙考誒所有嘅觀眾朋友。對，阿權妹，嘿，唔團，嘿。7要洗幾多擺？這樣不會有給洗碗巾的殘留。哎，你一般7的方式就是我洗一次泡泡嘛，洗一次泡泡之後，我就水從啊，可能刷個3、4次，差不多。那你團啊？一次第一個選項是100，聽一條選項係1200，韓國係3500。我看誰1200，我數就差唔多會快啲咧。動員數位動員，我團選項21200，唔係3500，哎3500才不會有洗碗巾的殘留。對，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做不到。係啊，冇人洗碗都洗3500嘅洗到嘛個時間啦。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做不到的情況底下，就表示說我們每個人每天3餐都在吃清潔劑。按對你講，跟韓卡姆斯工現在不是有什麼洗碗機嘛？那個洗碗機就是清潔劑噴一噴之後，韓國水按你，因為卸了按你就好哎，這樣就洗好了。這樣是我們自己騙自己，眼睛看不到就當作沒事了。哦，古時候也按多年了哎，大家就設了多的清潔劑。對，大概你洗12次，還有0.03%。哇塞！那如果以這個數字來看的話，我們每一個人哦，每3年就會喝到1瓶清潔劑。哇！這個量。古時候也7要到清潔劑的殘留，其實係當嚴重的問題。韓國對你身體沒會造成傷害，比如講有那條的環境荷爾蒙的關係啊，然後有會得乳癌，女生癌細胞對癌細胞，尤其是女生的乳癌、子宮肌瘤，這個是很多。然後在日本的醫生哦，如果女生得了乳癌、子宮肌瘤，她會先要這個患者，換掉他平常洗頭髮的清潔劑，真的要改啊？對，因為這個清潔劑的金皮毒。金皮毒是什麼意思？金皮毒就是你看哦，經過皮膚滲透到我們身體裡面的一些毒素，是不是？我們經過我們的皮膚下去，然後會經過會透過淋巴，然後到我們的器官。古時候
按呢就做得可能对你洗树啊、洗身体啊、洗头拿毛啊，某些因就可能也的化学的东西就会来到你的身体底度。嘿，就阿 Q 问题，人体最大的器官是什么？人体最大的是心脏还是肝脏？还是肾脏？肝脏、肾脏是皮肤。皮肤是我们你这样子是误导我。最大的对，皮肤是最大的器官，我们的接触面积最大。对，你看我们每天这个最大的器官接触我们这个环境，其实是最脏的。韩国其实我们的每个皮肤是不是我们接收到的那个化学的东西吸收率也不一样？对，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皮肤质都不同，然后年龄也不一样。像婴儿，他的皮肤很嫩，摸一下，对。然后老人家也是，他的皱褶很多，对，所以他的表面积很大，所以他接触这些化学的原料的时候，它影响也最大。尤其你看哦，这一张图是大家的全身皮肤的物质吸收率，不管是好的或坏的，对，它都可以讲到很清楚。比如说我们的手背 NDS 素，我们的手背是1，算是多还是少？轻微。你看有一个地方是42。NDA 私密处，对，因为那里非常的脆弱，男生女生都一样，男生女生都一样，那边有很多的皱褶，对，皱褶最多，所以它吸收就最严重。那我们平常吃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毒有什么地方可以帮我们排泄？有肝脏、肾脏可以帮我们排泄，可以帮我们代谢。可是我们经过皮肤下去的毒却没有器官可以帮我们排泄，就会流到你的身体度，就会留着，对。然后我们吃进去的毒，我们大概1个月，可以排掉90%，可是我们从皮肤进去的毒，我们1个月只能排到30%，所以有70%在我们的就流到你身体度内，对。可是我们每天都还在持续的给它毒啊。哦，对，不是70%就算了，我们每天都还一直给他。没错，故说也就会做嘛，该用安心的东西。韩国很可爱的是，韩国要在洗那一本小小的书，这本小小的书其实里面有很多任务，怎么该有任务呢？因为2本3年内来好做家事，因为又要的安心的清洁剂，我们就不担心小朋友去做家事了。对，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推广就是。家事是全家人的事，家事好像不是只有妈妈的事，对，所以我们希望小朋友，然后老公或是男朋友，也可以帮忙做家事。对，那做家事其实是可以很安全的、很安心的。是够冲头吧？要刷个厕所，戴个口罩啊，最好是有防毒面具，然后在那边刷，然后眼睛还觉得很酸，一直流眼泪。对，故说用药的东西就是在安心的勾选发。你刚才还很想要请谢大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本来学的东西是设计，那后来搞太港用的了中菜，那后来怎么会开始想要做这样子清洁用品的这个事业呢？这个故事其实应该算是我一个改邪归正的一个故事。怎么说改邪归正？其实，在刚刚跟大家分享有机蔬菜啊，然后清洁用品都是很好的产品。但是在之前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卖化学清洁用品的一个商人。对，我其实都是在卖一些破坏地球。老实讲，就是破坏地球。就底那些里面的东西都是有化学的成分，对人体不好的成分。对，但是在我卖那些化学的用品的时候，同时我也常常在跟客人在讲说我们要爱地球。后来我就发现这种事情讲越多，好像很矛盾，我讲不下去，过意不去的感觉。对，讲不下去，好像就是人前人后的感觉。那所以我才想说，毅然决然把这个化学的产品就不卖了。对，然后现在全部的产品都是，对我们自己的家人，对这个环境是很友善的。
其实也的东西啊，通路的部分真的很难打，因为你大部分的人来买亚的东西，不管是可能什么颜色条拿毛色面啊，我们都很喜欢买大品牌的东西。对，都会喜欢往大品牌的方向走。不过亚的小品牌很辛苦经营的小品牌，应该是要打通路会遇到很多困难。我是射手座的，然后以为一开始就是做这个很好的产品，就会觉得只要是好产品就可以有销路，但是好像也不是这回事，就好产品你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你，让大家知道你在这个社会就要花一些小钱。对。其實真嘅唔係當貴，因為也就用嘅安心，韓國設嘅安心嘅也就東西，係對人哋氣價好誒。故上嘅節目裡面最近動歡喜，有請到謝大哥來跟我們分享日本動好嘅書，韓國暗號嘅產品。謝謝謝大哥來到節目現場，謝謝。每次問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希望大家可能也試嘅節目以後對設嘅東西、對用嘅東西，會有更加konkr嘅概念麼？先休息一下，然後聽聽欣賞，聽下來做運動。